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談談情說說事頻道。今日要同大家講係乾隆皇帝嘅淑妃。提起乾隆皇帝，大家應該都唔會陌生，佢多情長壽，我哋喺清宮劇中也常常可以睇到佢嘅身影。大家都該知道，乾隆皇帝有過兩任皇后。富察皇后病死咗之後，佢其實冇心情去再立皇后，但係宮中不能一日無主，所以當時乾隆便立咗當時為嫻貴妃嘅輝發那拉氏，而呢位嫻貴妃並唔得寵。富察皇后死咗2年之後，乾隆皇帝先立繼後，可見佢係經過一番考量嘅。當時繼後嘅人選並唔止嫻貴妃一個人，後宮中比佢得寵嘅嬪妃有好多，比如話接住落嚟要講嘅淑妃。佢係乾隆嘅寵妃，乾隆經常翻牌要佢侍寢，聽講皇帝翻牌翻到連漆都甩色，要命人重新再做。而且佢出身顯赫，但係點解冇成為繼後呢？首先，我哋嚟講一講淑妃嘅家世。她嘅曾祖父係康熙皇帝重用嘅大臣納蘭明珠，想必大家對呢位大臣並唔陌生。佢曾經喺朝廷中擔任要職，而且仲有一個有名嘅仔，佢就係納蘭性德。而淑妃嘅爸爸正正就係納蘭明珠嘅後代，叫做納蘭永壽。淑妃嘅爸爸係雍正時期嘅大臣，深受皇帝器重，喺16歲嘅時候就成為咗一等侍衛，後來仲擔任過禮部右侍郎等職位。淑妃14歲入宮，比乾隆細17歲，進宮冇幾耐就被冊封為嬪，7年後晉封為妃，佢得到乾隆嘅寵愛。乾隆27年，仲跟隨乾隆皇帝南巡。除此之外，淑妃嘅氏族係葉赫勒氏，呢個氏族嘅背景十分強大，而且佢仲係正黃旗，屬於上3旗。可見淑妃嘅出身好高，家世都好顯赫，所以成為皇后都不為過。而佢當時嘅競爭對手冇一個能比得上佢嘅身世。就攞純貴妃嚟講，佢雖然得寵，但係出自漢軍旗，咁樣嘅出身就意味住做唔到皇后。至於嘉妃、如妃同令嬪，佢哋嘅出身就更加低微啦。佢哋都係內務府包衣出身。內務府包衣係清朝一種特殊嘅世襲奴僕群體，直屬於皇帝，隸屬上3旗：雙黃旗、正黃旗、正白旗，負責管理皇家內務、宮廷事務，係8旗制度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。地位係奴才，奴才更加冇可能成為皇后。而淑妃之所未能成為皇后，同佢嘅氏族有好大嘅關係。佢嚟自葉赫那拉氏，呢個都成為咗佢做唔到皇后嘅阻礙。相傳當時努爾哈赤消滅咗葉赫部落，而葉赫首領當時就話，即使葉赫部落剩低最後一個女子，都要滅咗大清。所以清朝歷代皇帝都有所顧慮，唔敢輕易俾葉赫那拉氏成為後宮之主。其次，乾隆嘅繼後輝發那拉氏嘅出身都唔簡單，喺眾多嬪妃中都算係比較顯赫嘅。輝發那拉氏係輝發國嘅後裔，喺歸順清朝後成為咗雙藍旗，所以輝發那拉氏自然都係有資格競爭皇后嘅寶座。而且當時輝發那拉氏已經係貴妃，而淑妃仲係嬪位，想要成為皇后，自然係要一級一級去晉封嘅。最後後宮中挑選皇后，亦都唔係皇帝一個人話事，仲係要經過太后嘅考量，所以想要成為皇后，必須要過咗太后呢一關。當時太后並冇向皇推薦淑妃，佢選擇咗嫻貴妃，可以睇得出嫻貴妃當時仲係有好多優勢，因此成為咗最後嘅贏家。嫻貴妃係乾隆前底舊人，咁多年以嚟都盡心盡力去服侍皇帝，所以太后一直都睇好佢。而淑妃係後來先入宮嘅，富察皇后去世嗰年，佢先得21歲。太后都知道咁年輕嘅妃嬪負不起皇后嘅重任，於是佢選擇咗更加穩重嘅嫻貴妃。淑妃雖然做唔到皇后，但一直好得寵，後來仲生咗皇十子。比較可惜嘅係，皇十子連名都冇，就夭折咗，之後佢就再冇懷過孕。清史稿列傳1後妃記載，淑妃葉赫那拉氏，子一雙未命名。其實都奇怪，皇十子夭折時3歲，點解3年都未有名呢？乾隆點解對呢個仔咁唔上心呢？
天龍經常要佢侍寢，但係就冇法子令佢懷孕。究竟出咗乜嘢問題呢？係舒妃身子唔好，定係天龍刻意唔俾舒妃有孕？呢個根本冇人知。舒妃最失光嘅時候，就係令皇貴妃死後嗰2年。當時清朝已再冇貴妃，舒妃成為宮中妃嬪地位最高嘅人。當時舒妃率領永妃等人去壽康宮向崇慶皇太后請安。不過舒妃當權嘅日子並唔長，令皇貴妃死後2年，舒妃病死咗，享年50歲。總括嚟講，佢成也出身，敗也出身，縱然得寵，卻冇辦法喺妃位上再晉升，呢個都係佢坎坷嘅地方。好啦，今集講到呢度，歡迎大家點讚、評論同分享，多謝。